隨着時間嘅流逝，你望到呢個巴黎鐵塔，我今日望嘅就係觀光塔，亦都係西南向大家最愛嘅高士德，望到葡京，亦都望到聖心。呢個單位就係900尺嘅2房2廁舜宇連峰 B 單位，可以望到呢間屋係全屋包晒裝修，個廚房係超級大，西南向嘅廚房 U 型廚房。我哋望下啲房間嘅位置先，主人房、客房，先睇客房。小朋友房900尺2房2廁，啱啱好都可以有3面落床，書台亦都有，仲要係擺喺西南位置，望翻美富將大馬路。主人房呢一邊亦都有驚喜，就係個套間，套廁係有窗。主人房3面落床，全屋向西南，仲有個客廁就係門口呢個位置，我哋可以望埋。鏡頭前嘅你有興趣呢間2房2廁舜宇連峰 B 單位900尺西南向，mark低佢喺後台留低聯絡方式，關注晒所有平台。我係 Oscar，價錢非常之驚喜。再見。